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嘉义市共和市场，半暝2点外起火烧，这个火是烧甲真猛。 炭烧4栋的退皮厝，好哩加在无人来伤亡，也毋过摊商是真无奈吐大气，讲一声生意拢免做咯。铁厝1楼规个拢导火，消防人员赶紧用水线来拍火。另外一边嘛有消防人员甲铁厝击开，出动分推车来抢救。 今仔日透早2点外，嘉义市共和市场发生火灾，火大甲真猛，民众看到了赶紧卡119。看到迄阮亲桌顶头伫咧清烟嘛，我就行出来看，遐规个拢烟，甲我隔下遐就，你隔下迄边就台底起烧啊。我就看遐咧清啊，我就走去头前叫迄个卡救护车，迄个叫消防车啊。过年假期拄结束，开工无偌久，就拄着火灾，乘坐的摊商实在是真无奈。 我那边怎？明仔载无做生意啊呢？因为导火点外近交通要道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赶紧控制火势。目前调查为止大概是有失误有燃烧的一个状况。那目前初步了解是没有人员受苦在里面。好佳在导火铁厝拢租予市场的摊商，无人住伫遮。导火的原因，目前消防人员阁đang咧调查。